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的龟山岛庆祝开放观光20周年。只要名内底有“龟”这个字的，8月初1就会当免费来订岛，嘛意外来找出着全台湾少数这个名内底真正有“龟”的民众，当中佫包括着艺人蔡龟。我叫江阿龟，我叫吴龟雄，我叫郭一点金宝，我叫蔡西龟。艺人蔡龟除了招牌笑声，更加用本人叫蔡西龟回交一阵旧朋友。有过去差不多4次啦。本来住伫龟山岛的吴龟雄老先生，不户口是丁大机会甲龟所有关系。我的名字是我父亲小时候因为在中国看到田里玩龟，所以叫龟叫龟就叫龟。愈叫愈亲切，名虽然有龟，细汉时互人笑，抑过大了变成话题。即马更加因为龟山岛庆祝开放观光20周年，有这个机会会使免费订岛。即马先做伙讲一寡龟的经验。来台湾甲日本的古典俊和老师，头一摆看龟山岛嘛，感觉真神奇甲好运。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，你们都到龟山岛来玩。免费订岛的活动，以外号名有龟的民众全出动，但嘛真期待讲8月7日正式的订岛活动。我有龟。